圣诞节都要到啊，真侪所在拢会办活动。伫高雄的前金区一间酒吧，凊彩因为半暝啊音乐的声音伤大，造成附近居民的困扰。昨日这间酒吧因为办圣诞活动去吵着民众，居民去甲因理论，双方散转的起冤家。那你可以试一下去调整。音乐声大声到对面大楼也听得到，要酒客伫路边大声伫开讲。高雄前金区一间酒吧伫深夜举办圣诞活动，一直到半暝，民众尾也去店头请因调整音乐，尾也煞按起来。住户都有去找阿 Q， 可是就没有用。为了他们，我还装了隔音窗，可是真的没办法。那其实之前我跟他们讲说，把你们的隔音做好，然后酒客约束好，他们就是跟你皮啊。酒吧开业大约10年，做饮酒继续10年，有住户挡袂牢，决定要搬厝。作为民众一摆卡1控检举拢无效果，这支市府处理态度真消极。警方讲，若是有非持续性噪音，可能违反社会法，应处6000以下罚款。他需要就是3个住户现场报案，需要有录影收证，然后还有一次警察的良性劝导。酒客如果他们再吵的话，就可以依这个去开罚，但只限于当天。经远警到场查看现场向负责人于南告诫，另请大楼管理员转至大楼管委会一同约制。根据了解，警局11月到即阵总共接到4摆通报，不过敢若到场6块钱。环保局1月到3月接到5摆，民众定情噪音问题。不过稽查人员到场了后，并无测量噪音的分贝。以后活动或什么，就是把时间提早，拿声量压小。但是就是有些客人他喝了酒了，我们不一定我们都会在外面那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只能请就是客人自律而已。也店头是讲住户的态度无好，讲了后会甲活动结束时间提早。环保局讲会选一个营业日去量噪音是毋是符合这个管制区时段标准，若违规的依法开罚。记者综合报道。